伫咧台北放假这几天，有新开一间视障生活重建中心，是为着这寡目睭看无的人专工安排的工课训练场所，目的是希望讲用简单的工课，互因有重新接触社会机会。27岁阿安出世就看无，阁有小儿麻痹，启明学校毕业后就找无头路。今麦总算因为放假的视障生活重建中心安排，找到一份头路。他从学校毕业之后，然后还没有办法进入到庇护的职场，好，那当然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一般职场。他们平常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社区日间作业设施，以他们为主的话，他们就很容易会是只能待在家里。84克。有一寡视障人士因为目睭无好、速度慢，无法度伫庇护工厂来做事。这个中心毋但有教保老师协助，连工课爱用的家私、工作环境，拢照视障人士的需求安排。这嘛是全台第一间专门替中度以上，而且阁有别项障碍的视障人士设的工作坊，来减轻因厝内负担，而且嘛通甲社会连结。伫遮对我提供视障朋友一个工作的所在，嘛有重建中心，互因做生活的训练。你能感觉到你脚底下踩到什么感觉吗？软软的，软软的，对不对？训练教室替视障人士无去接触各种外界刺激，降低目睭看无的困扰，嘛培养因做工课的能力，希望会当增加因独立生活的机会。记者陈雅文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